宗伟，你等着，本王很快就让他们给你陪葬。恭喜王爷今日大获全胜，将沈丹青、徐冲锋那类鼠辈狠狠踩在脚下。他们终究是斗不过王爷的。你起来，陪本王喝一杯。谢王爷。王爷好厉害，只一眼便记住了藏宝图的路线。王爷手握另外半张藏宝图，取得宝藏将指日可待。指日可待。今日是出了一口恶气，可邪阴水即将失效，阁老也会更加防范。我没有邪阴水，空有这半张图又有何用？王爷，梅子酿是酒，而我罗家就是酿酒世家。我可以找甘露堂有经验的师傅请教一二，来为王爷分忧。本王都忘了你有这个本领，那本王就等着你的好消息。是。能为王爷分忧，雪儿无上荣耀。刚这句话，曾经也有人说过。他叫宗伟，是本王以前最得力的部下，可是被徐承风和沈自山害死了。宗伟在我心中有个不可替代的位置，可他现在没。本王希望你能成为祭塔之后我最欣赏、最信任的人。雪儿愿为王爷效力，绝不会辜负王爷的厚望。既然你如此懂本王的心思，本王要好好的赏你。怎么样？
怪我吗？你这副姿态真是令人生厌。你以为你还是更大的富贵等着你？怡亲王派你来的吧？那半张藏宝图在他身上。姐姐可莫要信口误向，王爷那是为国事操心，为天子分忧呢。既然有求于我，就不要把话说的那么冠冕堂皇的。怎么能说是求呢？你一向账算得清楚，怎么看也是笔稳赚不亏的买卖。确实啊，这确实是一笔不错的买卖。不过，要等些时日。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说吧，需要几日？等我死了，我在地府等着你跟怡亲王，到时候我们再慢慢的做这笔生意。不知好歹的东西！好啊，就在这儿跟你的好夫君、好哥哥一起等死吧。咸阴水就要失效了，只要你能酿出来新的梅子酿，就能将功抵过的从这活着走出去。梅子酿，原来如此。程峰，你在唐山公仪提出咸阴水失效，就是想逼怡亲王出手去找咸阴水。既如此，这或许是我们的一线生机。来人，有没有人？你嚷什么嚷？我找阁老。阁老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，老实待着。喂！那日，堂上人证物证俱全，程峰又亲口认罪，此时要想转圜，比登天还难呐！阁老，求您救救将军吧！您看着他长大，你一定不会相信他有盗图窃国之心的。哎，是啊，我是不信程峰会糊涂至此啊！阁老明断，请阁老一定要主持公道，还将军一个清白。此事要想回转一线生机，只有找到新的证据，来证明怡亲王栽赃诬陷，或者找到另半张藏宝图，此事才可能反转。你明白吗？我就算拼死，也要找到证据为将军翻案。届时还请阁老为将军做主。那就快去吧，所剩时间不多了，须得赶在咸阴水失效之前务必找到，否则程峰只有死路一条啊！明白。王爷，咸阴水的事儿怎么样了？梅子酿失传已久，除了阁老内坛，既无配方流传下来，也无成酒可以仿造，就连甘露堂最有经验的师傅也束手无策。不过有一人，或许可以完成。但说无妨。罗爱莲，就是现在的沈丹青。沈丹青，他是酿酒奇才，
凡尝过的酒，都能参透配比。想要仿造，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对呀，他接触过仅存的梅子酿，又在阁老的授意下研究了数日，真是天助本王。妾身也是想到此，便自作主张去大牢里试探了一番。可谁知他不识抬举，说什么也不肯配合。无妨，本王自有办法。倒是你，罗爱莲跟你是仇人，若为我所用，很有可能就会威胁到你。但你却并未隐瞒，一心为本王筹谋，这一点很好。喜儿身心都是王爷的，自然要事事为王爷考虑。果然，本王看中的女人，从来不会让本王失望。将军好闲情啊！王爷终于来了，看来是在等我。王爷比我料想的要晚了几天，看来找这梅子酿费了不少心啊。将军在堂上有意告知梅子酿的时效，想必已经想好了下一招等着我。还有什么话，不妨直说。我本就没打算活着出去，阁老手中的咸阴水失效那日，便是我的死期。只是王爷手中的藏宝图，也就变成废纸一张。你所谓的雄图伟业，也永远不可能完成。我们两败俱伤。那这不正遂了你的心意吗？看来王爷还是不懂我。乘风所求并非如此。我想王爷应该已经知道了，只有丹青能够酿出梅子酿，它对你来说还有利用价值，你绝不能让它死。我死可以，不过丹青跟自山不能受我牵连。如若你能劝说沈丹青帮本王制出咸阴水，本王就饶他和沈自山不死。事到如今，两害相权取其轻。若是王爷能够保证他们日后平安度日，我可以答应你。一言为定啊！不过，本王还有一个条件。我知道王爷所想。赴死之前，我会认下所有罪行，然后再畏罪自杀，让此案终结。到时候，王爷便再无后顾之忧了。好，果然还得是你最懂本王的心思。这么多年，本王只有与你交手的时候，才能体会那种棋逢对手的畅快。本王也懂你的心思。若是现在就让你赴死，你应该会死不瞑目吧？若是在之前，我是不会甘心的。不过如今我遇到了丹青，为他付出什么，我都觉得值得。没想到将军还是个情种。既然如此，做一对生死相隔的鸳鸯有什么快活？不如本王替你向圣上求情，留你一条命，可好？王爷有所不知啊，徐家家训第一条，凡不忠君者，逐出族谱，永远不得成为徐家子孙。王爷与我争斗多年，总不至于恨我到让我被逐出族谱吧？人生如棋，识局者生，破局者存，而我如今是掌局者。之所以还给将军留一线生机，是我敬你征战沙场，属实是难得的将才。本王心中敬你，换做旁人，也不配本王说这么多。王爷所愿，乘风怕是要辜负了。你空有一身才华，却不懂得变通，
如此的不识时务，你就不要怪本王留不得你。你我这盘棋下了这么多年，终究是你输得一败涂地。不过，本王还是会安排你和沈丹青见最后一面。程峰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好着呢。你当堂认罪，说咸阴水马上失效，是早就有盘算，我们还有一线生机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我们都能好好的活着。我去求了阁老，让我能来见你一面，就是想让你安心。对不起啊。都是因为我，要不是因为我身份的原因，我们也不会被怡亲王栽赃陷害。程峰，跟我在一起，你后悔吗？无论你是什么身份，能够遇到你，能够认识你，我徐承风从未后悔过。我也是，认识你，是我此生最幸运的事。丹青，你要相信我，我说过会护你周全，就一定不会食言。我信你。我征战沙场，从来都不畏生死，直到遇到你，我才发现自己有了牵绊，有了想要共白首的人。只要我们携手破局，就能柳暗花明，前途坦荡。为夫还欠你十里红妆，凤冠霞帔呢。即便没有十里红妆，我们也可以以天为聘，以地为师。我沈丹青，心甘情愿成为你徐承风的妻子，白首不离。有你这话，此生无憾。丹青，你能织出咸阴水，是你的筹码，也是我们能活下去的筹码。记住我的话，好好利用这个筹码。徐将军，请吧。
沈丹青你也见过，徐承风，你可以就死。看来当日是我错怪王爷了。王爷也并非是无情之人。就算你死10000次，也抵不过宗外的命。人生一梦，死亦何惧？能换得所爱之人余生安稳，便不枉。还望王爷能够信守承诺，放过丹青和自山。对别人，本王绝不会轻下承诺；对你徐承风，本王定会一诺千金。只要你死了，本王一定放过他们兄妹2人。好。王爷多行不义，未必能笑到最后。徐将军，濒死的感觉是不是很难受？一直以来，我踏着荆棘一路前行，你就像是我生命当中的那一束光。就算我经历了不幸，但是我依然相信这世间的美好。那你呢？什么时候心悦于我的？我也不知道，但就是忽然有一天，我发现我的眼里除了你，再也没有别人。你我既许为夫妻，就应该2人同心，今后风雨同舟，永不离弃。丹青，我答应你的事情绝不食言，我会以我的命护你周全。没想到，好好的一个少年将军，竟然落此畏罪自尽的下场。葛老刚已查验过，徐承风失手确为自尽，而他亲笔所书的认罪书上写道：另外半张藏宝图，在他找到咸阴水之前便已毁坏，所以才只留下半张。如此一来，这宝藏怕是难寻了。事已至此，葛老预备如何？明日一早，我便拿着此书回京复命。
此案绵延已久啊，没想到竟会是这样的结局。看在徐承风往日功绩的份上，还望你领天昊领走他的尸身，就地安葬吧。也好。干嘛？放开我！见到本王很意外吗？我是来带你出狱的，跟本王走。为什么要跟你走？徐承风畏罪自杀了，藏宝图的案子也破了，阁老也回京复命去了。至于你，徐承风死之前，特意将你交给我，所以你要跟本王走。不可能，你胡说！他之前还好好的呢，承风不可能死，不可能死！你肯定在骗我！带走！放开我！走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要不直接杀了我，否则我让你不得好死！这如花脸庞，殷殷谈口，居然能说出如此恶毒的话。况且本王答应了徐将军保你不死，又怎么可能杀了你？保我不死，难怪你要我答应你，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。你竟牺牲自己来保我性。唉，徐将军死的样子真的好惨。他濒死前一边痛不欲生的挣扎，一边苦苦的哀求我放了他。那画面连本王看了都心痛。本王知你是烈女，不过你这条命是你的夫君用他的命换的，劝你莫要辜负了他。只要你替本王掷出咸阴水，本王就放了你，也放了沈家。如若不然，本王有的是方法，可以让你生不如死。你最好想清楚。等等，这么快就想通了？你既然说承风已经死了，那我要去祭拜，给他上香。否则的话，我是不会给你酿造咸阴水的。好，如你所愿。不过本王劝你，不要耍什么花招，明日就安排，速去速回。小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将军他……沈小姐，小姐，徐承风，你不是说过吗？你不是说过我们都不会死？你不是说过要跟我过陪审吗？为何？离我而去。沈小姐，将军因为背负畏罪自杀的罪名，阁老交代我速速安葬，不宜声张，没能让你见他最后一面。所以我自作主张，将这头带取了下来，给您留个念想。
你一定要好好活着。我想，这也是将军的愿望。这一代乃是贴身义务，是妻子为丈夫亲手缝制。我想你能亲手为我系上。我的选择从来都只有你，无论你有什么样的秘密，我都会替你收好。其实我在想，如果我们可以在一起的话，我就可以更好的护你周全。丹青，这或许便是命中注定的。在我眼里，你就如同皓月星河，本就是这世间最美好的存在。既定人生死不渝，你我虽爱过他，但在我心中，你早已是我的夫君。你的仇，为妻必替你报。回来了，王爷还担心你不听话，特地找人来陪你呢。带上来。丹青，哥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你还好吗？程峰他怎么样？打住！你们这是要开始煽情了呀？啊，以后有的是时间叙旧。我让沈少主过来，就是想让你知道，他沈子山还有沈家镖局几十条性命，现在都掌握在你一个人手里。你若肯支出咸阴水，他们便性命无忧；你若不肯，他们全都得陪葬。尹亲王，哥。我早已将生死看淡，大不了玉石俱焚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我这条命是程凤他用他自己的命换来的，为了他，我也会好好的活着，不会让他白白牺牲的。所以你不用危险，放了我哥，我给你酿造咸阴水。丹青，沈小姐如此的识时务，本王甚是开心。咸阴水已制造完成，还请王爷沾上诚意，放我们兄妹二人回去。今后若你们兄妹二人安分守己，绝不会为难你们。但如果你们有任何妄动，本王也绝不会让你们好过。
不当然，只要是你去，为什么叫我去？为什么不是姐姐和三妹去？是不是因为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？要送死，你当然舍不得你的亲女儿去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虽然不是你的亲生父亲，但这么多年，我对你没有半点的亏欠。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，你必须听我的安排。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！雪儿，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要听我的安排。这就是他说的唯一可行的办法，所以他从未打算让我去陪明华。父亲是这个世上唯一最爱你的人，可是你却亲手杀了他。若你还有一点人性的话，就迷途知返，悔过认罪吧。跟着怡亲王，无疑是助纣为虐，你迟早会被反噬，不得善终。我不相信，事到如今，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？我回不了头了。我没错，错的都是你们。我没错。我没错。我没错。错的都是你们。